开始献诗有一个小朋友在独唱 solo 哦，那这位蔡松展小朋友还有他妈妈玉群姐妹哦，其实他们还没有受洗，不过是这个小组一直在关心的 base 啊。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仍然一起用他们的歌声一起来服侍哦，也再一次为这个松展小朋友为他鼓励。对啊，因为有一天也加入了在我们教会的大家庭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开心我们再次来到上帝的教会当中，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。特别在这几天，我们感受到，天气有明显的变冷了哦，不然前几个礼拜都好热哦，就没有圣诞节的气氛。哦，那但这几天当中，我们天气冷哦，但大家也是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哦，不要感冒了。好，那在我们今天的讲道结束之后，我们有医治祷告的时间哦，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任何事情需要为人家需要为你祷告的，你可以预备心，在等下的讲道之后，你可以来到台前，我们会有同工为你祷告。在我们的讲道结束之后，今天又邀请中保代祷的服侍的代祷的同工嘉明姐妹，她要来跟我们分享她在中保代祷的这段时间，她所经历到的见证的分享。所以愿上帝今天祝福在我们的聚会当中，也祝福在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一起敬拜他的人。我们在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父神，谢谢你再次召集我们来到你的教会，来到你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。虽然外面天气寒冷，但是让我们的内心是火热的。让我们的心打开，我们的耳朵也打开，再一次领受从天而来你的恩典以及祝福，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摆上，不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线上，都同得主你的祝福。我们将以下时间全然的交托仰望、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将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，如果你在教会久一点的话，你可能对这个故事非常的熟悉，因为每当到圣诞节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些圣诞节的戏剧，或者是有一些圣诞节的装饰，我们就会常常看到这个故事的发生，就是天使出现，然后告诉玛利亚说，你要怀孕生子，然后他要叫名字要叫耶稣这样的这个故事。所以这个故事对多数人来说，我们非常的熟悉了，我们已经很了解这个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但是我们将要透过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，我们来看看，在玛利亚的生命当中，当她遇见天使的时候，遇见这个所谓礼物的到来的时候，她有什么样的反应，以及从她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可以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反省。首先，我们要先了解，在整个经文当中，在玛利亚的那个时代，从旧约的结束一直到新约的开始，事实上中间已经隔了400多年了。所以这些以色列人、这些犹太人，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件事情，等待什么？他们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。在旧约的先知一直在强调，也在提醒他们说，在未来会有一个救世主，会有一个弥赛亚的到来。所以这些有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殷期盼说，这个弥赛亚什么时候要来？什么时候才可以等到我们得到救赎的那一天？但是没有想到，从旧约结束那个最后一个先知，一直到新约的开始，中间隔了快要400年，上帝好像没有透过任何的先知，或是透过任何的人再一次对以色列人说话。所以在那个过程，他们等了好久、好长的时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件事情才会发生。上帝好像在跟玩捉迷藏一样，好像躲起来了。但是呢，这些先知留下了非常多的预言，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停的在思索，不停的在想，到底这件事情什么样子，什么时候会发生？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7章第14节，这个经文说到说，主要亲自赐给你们一个记号，有闺女要怀孕生子，并要给她取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所以不止在以赛亚当中，我们看很多的先知，他们都有关于弥赛亚的这个预言，所以他们殷殷的期盼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可以等到这个所谓的弥赛亚到来。事实上，当我们看圣经的故事，特别看圣诞节的故事，我们会发现有非常多不同的段落。我们今天所读的是路加福音，但是如果你是看马太福音的话，你会发现马太福音一开始记载的，它记录的是约瑟他已经知道玛利亚怀孕了，所以他在内心想一件事情：我要暗暗休了玛利亚，解除他的婚约。但是那时候天使就到梦中去告诉约瑟说，不可以解除这个婚约。所以在马太福音是这样记载，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路加福音的记载却不大一样。在路加福音的记载，在漫长的等待之后，刚说400年，忽然有一个天使来到玛利亚的旁边，告诉玛利亚说：“玛利亚，你要怀孕，你要怀一个孩子，而且这孩子要叫做耶稣。”
而且这个孩子会成为救主。我想这个突然出现的礼物，对玛利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惊。当然，对我们现在来看，这个礼物成为我们人类的救主，但是这个礼物也撼动了玛利亚她平凡的生命。事实上，耶稣的降生吓坏了一堆人。我每次看圣诞节的故事上，就觉得非常的温馨，很温暖。有马槽，有牧羊人，然后有三博士围在旁边看着耶稣出生，好温馨。但事实上，耶稣的出生吓坏了一堆人。怎么说吓坏一堆人？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，天使出现告诉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的时候，玛利亚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吓到了。玛利亚的第一个反应是：我还没有出嫁，我还没有嫁人，我只跟约瑟订婚呢，我怎么怀孕了？玛利亚吓坏了，约瑟也吓坏了。约瑟刚刚所说马太福音的记载，约瑟说我要暗暗去休了玛利亚，他也吓坏了。哎呀，我的未婚妻怎么发生这种事情？他就想说要暗暗休了玛利亚。如果我们看圣经，发现他一个人他也很害怕。今天没有看到的经文，他叫希律王。三博士去找希律王的时候，希律王心里不安，因为他听到有一个新的王要来了。希律王害怕说这个王会取代他的地位，所以呢，后来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把2岁以下的婴孩全部杀掉。哇！所以希律王也很害怕。还有谁很害怕？旷野雇养的这些牧羊人啊，他们也很害怕。从来没有看过这件事情，哇！怎么突然那个黑夜一片在那边雇羊，突然天发光，一堆天使跑出来唱歌，哇！吓了一大跳。所以其实耶稣的降生，耶稣的突然来到，好像跟我们平常在想，平安也这样子，好像很平安。事实上，耶稣的出生吓坏了一堆人，甚至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惊讶。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，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？事实上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认真的回想，有时候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，好像时间也不大对；有时候耶稣出现在我们生命的时候，好像时间也不大对。原本我们觉得人生一帆风顺，想要照着我们计划走的时候，耶稣突然来了，说：“你要照我给你的旨意走，我对你有不同的计划。”有时候呢，觉得耶稣怎么来的时候，这个时间不对啊，我们也觉得好像蛮惊讶的。甚至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不同的意外，生命当中有一些不同的事情产生的时候，你也会很意外，说：“哎，这个时间点来的不对啊，原本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，怎么突然发生这样子的事情？”我们也想想看，有没有一些礼物，是我们根本没有求，上帝就给我们。这个礼物有可能是好的，有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是不好的，但是你认真想一想，有没有一个礼物是你没有求，但是上帝就给你了？可能是给你的一个祝福，但是也是可能给你的一个挑战。但是当你收到这些礼物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圣诞节我们喜欢收到礼物，我们喜欢有惊喜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玛利亚拆开这个礼物，看到的惊喜似乎变成一种惊吓。或许我们的生命当中也经历在那样惊吓的时刻，让我们觉得惊讶的时刻，怎么会在这个时间到来？但是盼望透过今天我们看玛利亚的故事，也让我们再次有不一样的反省，也让我们再次有不一样的学习。第一个，我们从玛利亚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来看，在生命的惊惶当中，在挣扎里面，再一次的寻找方向。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第一段，天使进去对玛利亚说什么？他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”经文描述说，玛利亚因这句话，她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，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？哇，你看天使出来，好像不是一个很平安哎，好像不是一个带一个好喜乐的一个消息。天使出现了，跟玛利亚说：“愿你平安。”就玛利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惊惶啊，然后在想说：“为什么这个天使突然出来问我安？是我做错什么事情吗？他会惩罚我吗？不然怎么天使突然出来啊？”对玛利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吗？天使说：“愿你平安”的时候，玛利亚反应是什么？惊惶啊，丢惊啊！哇，怎么会突然这个天使出现了？后面的经文我们刚刚读到，天使跟玛利亚说什么？你要怀孕，你要有一个孩子。玛利亚反应是什么？我还没有出嫁我跟约瑟只有订婚了，我还没有出嫁。所以玛利亚的内心真的是好害怕，好惊惶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惊喜，反而变成搅动她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。但我们要先了解玛利亚这些反应，
我们可能看起来，哎，上帝要祝福你，你为什么反应这么大？上帝祝福你，你应该觉得感谢主啊。但为什么玛利亚的反应这么大？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玛利亚这么的惊慌，为什么她难处到底在哪里？第一个，我们刚看到经文说，天使突然就进来了。像弟兄姐妹，想想看，如果有一天你在家里安安静静的坐在客厅看电视，或者你在你的房间看书，突然你的窗户一片明亮，然后天使就进来了，你不会吓一跳吗？你一定会吓一跳啊！怎么突然外面有人走了进来？所以玛利亚惊慌，蛮合理的。天使突然出现，而且是她从来没有看过的，蛮合理的。但第二个，玛利亚的难处是什么？在以前摩西的律法当中规定，如果还没有出嫁的女子，她已经未婚怀孕的话，在他们的律法规定是怎样？要拿石头把她丢死，拿石头把她丢死。而且在圣经当中所描述的，通常看到这些所谓的童女，或者是要出嫁的这些童女，她们的年纪大概是几岁？大概就是12、13、14岁而已。以我们现在来看，就是国中生。所以你可以想，一个国中生的女生，在这个年纪，她突然听到天使告诉你怀孕了，哇，内心一定是吓一大跳。而且这件事情接下来有什么后果？会被石头丢死啊！所以她很惊慌。第三个，为什么她也害怕？害怕约瑟怎么看？我们今天的经文没有读到，但是约瑟说他要暗暗的把他休了。约瑟说要暗暗把他休了，他可能害怕约瑟怎么看他，他可能害怕他的村庄里面他的朋友、他的家人怎么看他。他才刚订婚，怎么就怀孕了？所以玛利亚在她的内心当中确实有很多的挣扎，确实有很多她没办法理解，甚至有很多难处的地方。但其实这跟我们的生命不也很像吗？我们常说基督徒生命的特质是什么？我们都说，有喜乐啊，有平安啊，有盼望啊。但我觉得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特质，尤其是很特别的，也是挣扎，而且是每天每个时刻我们都在挣扎。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好多的难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时候我们遇到好多不同的选择。我们都在想，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讨神喜悦的？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上帝要我做的？遇到这件事情，我到底该如何去面对？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好多的挣扎，我们生命当中有好多的挑战就摆放在面前。或许此时此刻你的生命里面就是有一个挣扎在，或许此时你就是有一个还在面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，这是我们在面对的。虽然我身为牧师，但牧师又有要每天面对的挣扎，也有每天在信仰上要面对的挣扎，生活上要面对的挑战。这是基督徒一个非常特别的特质，叫挣扎。但是在挣扎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如何再次找到上帝的心意，变成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功课。有一本书叫做《我挣扎，我成长》。这位作者他在书里面写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属灵的生命是通过内心挣扎而形成。这些挣扎不但帮助我们可以开始孕育成熟，而且可以反思我们的信仰，正好是我们可以去寻找上帝的道路。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挣扎，但反而帮助我们在我们灵性的生活，再一次去寻找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让我遇见这件事情。上帝在这个时刻放这个礼物，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？帮助我们去了解到，再一次去寻找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在犹太人有一句的谚语，用英文翻译，用中文翻译叫做“人一计划，上帝就发笑”。他的意思在说什么？他说，人只要有任何的计划，永远比不上上帝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。但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，他也在说什么？人一思索，上帝就发笑。为什么？当我们愿意开始在我们的计划当中，在我们所遇到的挣扎当中，我们去思索上帝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成就什么作为的时候，上帝也用他的笑脸帮助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我们的生命真的有这样的挣扎存在，也如同玛利亚一样，突如其来可以对他来说是个意外。但是他也在这个时刻再次寻找生命的方向。因此，我们在生命的挣扎当中，我们也更需要耶稣，更需要上帝的话语，更需要这个团契的生活，让我们可以不惧怕，
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谁可以依靠。在我们的挣扎当中，我们知道谁可以为我们祷告，谁可以成为在这条路上跟我们同行的朋友。我想生命的挣扎带给我们很大的挑战，但是在生命的挣扎当中，也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，更加的成长，也更加去找到上帝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道路。接着我们看玛利亚，她虽然生命有惊惶，但是接下来她在生命的惊讶当中，在领受里得着祝福。刚所读的经文，接下来30到31节，天使对她说：“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。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做耶稣。”玛利亚一开始非常的惊惶，但天使接下来对她说了一句话：“说不要怕，而且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。”天使告诉玛利亚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天使告诉玛利亚说：“不要怕。”玛利亚前面的反应是很惊惶，所以天使告诉她说：“不要怕。”而且告诉她说：“玛利亚，你已经蒙福了，已经得到祝福了。”天使没有跟她说：“玛利亚，你回应说好，我再跟你祝福。”天使传达上帝的意思，告诉玛利亚说，在这件事情当中，虽然你在挣扎里面，你还在困惑里面，但上帝已经先祝福你了。天使告诉玛利亚说：“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上帝的心意在其中，上帝的祝福也在其中了。”常常我们人生有我们自己要走的道路，人生有我们自己的计划在进行，但上帝有时候让我们走进一条蒙福的道路，走进一条他赏赐我们的道路中，但那条道路好像不见得是我们所选择的道路，那条道路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方式。我们还是觉得，神啊，我有自己的计划，神啊，我觉得走这一条比较好，神啊，这个礼物我不要，神啊，这个意外的恩典我不要。或许我们的内心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疑问，或许我们内心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产生这样子的对上帝的一些好奇，神啊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但是有时候上帝让我们走进一条蒙福的道路时，或许真的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。但是在那个领受当中，如同天使告诉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已经得着祝福了，上帝已经先蒙福了，上帝已经先祝福了。在旧约当中的故事，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的故事。当时亚伯拉罕年纪已经非常大了，他已经年老了，他原本住在自己的故乡，也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但有一天，上帝突然呼召他，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，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”对一个已经年老的老人来讲，你要他去做这么大的改变，要搬家，然后是举家迁移到一个当时上帝还没告诉他要去哪里的地方。但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一件事情是，他选择走到这一条道路里面。他也在边走的过程当中，边领受到上帝给他更多的祝福。上帝祝福他的后裔，祝福他的产业，祝福他所有的一切。所以，当我们愿意领受的时候，那个恩典、那个祝福也已经来到了。在约翰福音的15章的16节，圣经也如此记载。他说：“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”圣经当中说得非常清楚，不是我们拣选了神，是神已经先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再一次领受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再一次结果子，而且是那个丰盛的果子。而当玛利亚愿意用不同的心态，当天使告诉她说不要怕的时候，天使继续回答她说什么？天使说：“圣灵要降临到你的身上，
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天使告诉他说：“你所领受的这个祝福，不是一个普通的祝福，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恩典而已。更重要的，圣灵也与你同在。至高者的能力，上帝的能力也必应在你的身上，好让你在每一件事情都有不同的领受。”那玛利亚知道她所怀孕的这位耶稣，她所领受到的这份礼物，对她的生命当中是极大的祝福。在一个非常出名的福音电影叫做《上帝之子》，在它的片尾曲，叫做《玛利亚，你知道吗》？把它从英文翻译成中文，它的歌词说：“玛利亚，你知道你的婴孩有一天会行走在水上吗？玛利亚，你知道你的婴孩将会拯救我们的儿女吗？你知道你的婴孩是为了更新你的生命而诞生的吗？你所生的这个孩子也很快要使你重生。玛利亚，你知道你的婴孩会使瞎眼得看见吗？玛利亚，你知道你的婴孩用他的手让风暴平息吗？你知道你的婴孩曾走过天使走过的地方吗？”当你亲吻你的小婴孩，你也亲吻了神的脸。瞎眼的可以看见，耳聋的得听见，死人将能复活，瘸腿的将跳跃，哑巴的将要说话，都要赞美圣羔羊。玛利亚，你知道你的婴孩是创造万有的主吗？玛利亚，你知道你的婴孩有一天要掌权世界吗？你知道你的婴孩是天国的圣洁羔羊吗？你怀中沉睡的婴孩就是伟大全能神。玛利亚所领受的这个祝福，玛利亚所领受的这个意外的这个福分，我想是她从来没有想到的。这位耶稣，这位至高者，不仅祝福他的生命，使他的生命被更新，使他的生命被搅动之外，也影响了更多人的生命。玛利亚惊讶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，但是他依然接受这样的拣选，因为他知道不是只有他自己在独自承受而已，这份的意外不是只有他自己在承受，而是圣灵与他同在，至高者的能力硬逼他，保护着他，让他在惊讶当中仍然领受十足的保护。最后我们看到玛利亚的回应，她从一个惊吓惊惶，到一个惊讶，到最后转为是一个惊喜的顺服。最后的经文我们看到，他说：“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。”玛利亚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玛利亚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”玛利亚说：“情愿”在原文的意思是喜悦，她很欢喜啊。前面原本是惊惶，但到最后她却说：“主啊，我喜悦这件事情。”代表他心甘乐意的顺服了，他心甘乐意的顺服这个意外的礼物，他欢喜的接受。神学家马丁路德他说，当玛利亚怀孕生子，这个非常大的神迹，他说有3件事情是让他觉得非常惊奇的。第一件事情，他说，上帝成为人来到世界上，他觉得这是一个第一大的神迹。第二个神迹是可以从童女怀孕而生，他觉得这是第2个神迹。但他觉得第3个神迹，他说玛利亚竟然能够顺服而且相信。玛利亚竟然可以相信，而且可以顺服下来。他居然愿意从一个惊惶，从一个还在惊吓当中，转变成主啊，我愿意，我喜悦，情愿在我的身上，顺服在主的旨意里。但我们可能也常听到一句话，叫做“顺服就是蒙福”。我们常常讲顺服就是蒙福，但
顺服真正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一颗尊崇的心，你有没有一颗尊荣的心，以及在于你有没有一颗愿意爱回应的心。我们常知道，做孩子的、做小孩的，都希望他可以顺从父母，听爸爸妈妈的话。但是你要一个孩子真的愿意顺从、愿意听父母的话，绝对不是用打的，绝对不是用骂的，那个绝对不是顺从，那个只是敢玩而已，因为被打了，所以就要听爸爸妈妈的话。真正的一个顺从，在于内心当中，你是不是真的尊崇这个人？你是不是愿意用爱回应这个人？玛利亚在她的生命当中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你的使女，主啊，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”真正的顺服在于你是否愿意遵从这位神，真正的顺服在于你是不是愿意用爱来回应。我想玛利亚的生命当中，她所回应的这些话，也表现出来，她真的顺服神，真的用一颗喜悦的态度。在旧约当中，上帝也拣选了许多不同的人，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真的都有一颗顺从的心。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出名的国王，叫做扫罗王。当时，上帝高抹扫罗王，让他可以做以色列的君王。起初的扫罗王，他也是相当听从上帝的话，也听从先知撒母耳的话。他一开始也是个非常愿意顺从上帝话语的人。但有一天，当扫罗王要外出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，原本要等待先知撒母耳过来献祭，才可以开始做后面的工作。但是这个扫罗他说：“我等不及了，我要赶快献祭。”于是他就先去献祭了。撒母耳赶来，他告诉扫罗一件事情：“扫罗啊，你做了糊涂的事了，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”扫罗原本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上帝所喜爱的，但是后面发生一件事情是，他忘记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了，他忘记他应该顺从的是谁了。他是要顺从上帝的声音呢，上帝的带领呢，还是顺从自己内心的顺从自己的身份？从玛利亚这几句话，我们再次来看，他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”，代表他很清楚知道我是谁，他很清楚知道玛利亚，他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。他也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顺服。”所以他说：“我情愿照你的话。”最后玛利亚说：“主啊，我就让你成为一个器皿吧，何用的器皿，成就在我的身上。”纵使这件事情，玛利亚在当下还不那么了解，但她仍然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。主啊，我喜悦。主啊，我愿意。”所以玛利亚虽然她选择在她的怀疑当中，她选择了相信；在她的挣扎当中，她仍然选择了顺服；在困难当中，她也仍然持守她的应许，成为一个得到神祝福的人。也经历到了上帝所给他的恩典。在路加福音1章45节，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经文，后面描述玛利亚说：“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。”用另外一句话说，可以这样讲：愿意相信的是有福气的，愿意相信而且顺服神的是有福的。我想，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害怕，都有不同的挣扎，都有不同我们要面对的事情。如同我一开始所讲的，在此时你可能就面对一个让你很挣扎的事情，让你觉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或如何该前行的事。但在上帝的旨意里面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没有什么是上帝不能成就的。如同刚刚前面所看的经文，出于上帝的话，没有一句是不落空的，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。我想玛利亚当最后她用一个喜悦的心顺服的时候，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话语也再一次成就在她内心当中，将那份恩典就摆放在她的生命里。这个礼拜是代降节第4个主日，也是最靠近圣诞节的一周。
我们看到台上点亮了4根的蜡烛，第4根的蜡烛代表是仁爱，代表这个爱我们的耶稣再一次进到我们的内心当中。或许生命当中仍然很多风暴，但这位为爱降生的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。让这位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将我们的惊吓、我们的惊讶，转变成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惊喜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也愿我们可以像玛利亚一样，向神说出：“主啊，祈愿你的话就成就在我的身上。”因为我们知道，出于神的话语，没有一句是不大有能力的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愿这位为爱降生的耶稣也带来他的惊喜，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阿们的父神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再次向你倾心吐意献上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有时候会像玛利亚一样，在那样的错愕当中，在那样的惊吓，甚至在挣扎里。但主啊，帮助我们再次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学习也喜悦在你的带领，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。或许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明白，主啊，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但求主你让我们有一颗愿意聆听你话语、跟随你脚步的心，让我们看见你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，也让我们在每一次遇见困难、挑战的时候，更紧紧地抓住你，也更紧紧抓住你的话语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只要是出于你的话语、出于你旨意的，没有一句是落空的，都是大有能力的。求神继续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特别在这个圣诞节期的时候，也再次让这位为爱降生的耶稣降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思想耶稣你对我们的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唱。